女歌手刺霸勇气。上次有些人说这边要唱一下藏歌手了，那我要不要唱那个藏歌，兄弟们？藏歌在哪里？上次哪个兄弟？13大哥，你说的那个马的这个吗？马的这个对我的是不是这个？तेरा ली चला अमल छावा मान टकस。好的，那我就唱个这个吧。兄弟们没有关注的这里关注下，今天晚上可以，真的，你们点赞点的特别牛逼，真的棒！感谢把的家人们棒，真的棒。是比较深，心都热嘛下了手，热我塞拉破胸，塞拉里这拉嘛了，擦哇嘛呢这个。拉玛罗热木起，听龙岗的雨哟。好的，兄弟。侬在用比较难了，这里到家了，认真了，擦哇。这个切嘎家以后，听龙岗的雨哟，拉玛罗热木起，听龙岗的雨哟，听龙岗的雨哟。同学马跟我来，偏的马驴正人边，一年扎一家做，个着那用真哟，个天下必定哟，一年。热木起的心光的雨哟，天高扎一去林，跟着女把家走，妻子zam比下雨。去比公婆也比，大家相见比莫能。见到老人不起，大相见比莫能。大相见比莫能。谢谢雪域红花，感谢你们兄弟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Hello， 你好，谢谢雪域红花，你是哪里的？
我是成都的，成都哪里的？成都拉头的，成都是西藏吗？还是四川吗？还是青海？西藏。西藏是吧？嗯，成都县吗？成都是一个县吗？还是市吗？还是什么？县。成都是一个县是吧？哦，那拉都是一个市是吧？拉都是成都县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家人们是不是这样？拉都是成都县说，他说，那里工作吧。好的好的。拉都是那感觉就是城市很大是吧？拉都是人们特别多吗？不城市特别大吗？大。房子多不多？有多少个房子？不知道。那成都是县吗？那拉都市里面那个小学、初级、中学，还有那个人民医院、藏医院，那些都有吗？有。哦，那真的拉都市发展的挺好，兄弟们，我从来没有听过拉都市已经那么大的发展了吗？真的，拉都市发展挺大啊，兄弟们，真的，哇塞，好的。那你们老家那里小学读1年级到6年级，还有初中、高中那些都不用去成都吧？不用去拉萨，直接拉到市里面读一下就可以了，是吧？是吧？哦，真的厉害，拉都市。现在拉都市的市长是不是？是不是谁？现在拉都市的市长是谁？不知道。市长不知道是吧？好的好的。那你是一个什么直播？你是一个什么直播？自我介绍一下，解释一下。啊，你是一个什么直播？自我解释一下。谢谢他们的过来。什么？最近打 PK 有实力吗？有。没有实力的话，只能叫道理啊，不要生气啊。道理。对，那你们的狗可不可以给包子？啊。你们那个门口有一个狗吗？狗嗯。狗知道吧？知道。狗是那几岁了的？对。哦，对对对对，那个狗可不可以给个包子？包子没有。包子没有吗？嗯。那阿洛伊给讲一下，给他可以吗？脏吧，请客脏吧。可以。好的。那个狗饿死了，兄弟们，真的很可怜，很可怜。他们家的那个狗很可怜，很可怜，兄弟们。他都刚刚你 PK 的去闯嘛，在做嘛。我们给他一个狗，你一直在拉萨，我怎么可能发那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下来的？下面去是他的。最近在老家吗？嗯。拉都市里面。拉头乡。你刚刚不是说拉都市是吗？拉头乡。一个乡里面条件这么好，真的。你必须要做，今天晚上要做吗？你必须要今天晚上要做吗？不知道。你们老家的那边有一个叫
白马，你这个认识不？是，认识吗？你们两个熟悉吗？互相熟不熟悉？熟悉。他今年多大了？不知道。那你不是说你们两个很熟悉吗？你要干啥个的？俺老大没看看。他有没有男朋友？没有。有没有老公？没有。好，贝贝，那我就去找他啊。好，贝贝。哎呀，他是会生气的，兄弟们，他会生气的。放一会儿啊，这样就放一会儿啊。兄弟们点点赞啊，点点赞啊，200多个人，没有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好不好，兄弟们？没有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真的，这个女的特别的漂亮啊，兄弟们。方式，她自己昨天晚上没有说的，她自己昨天晚上给我说了，没有说的。那就在那的。他不在，他去哪里？不知道。我明天来你们老家那里，晚上我一个人不敢去他们的家，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我明天来你们的家，你们的老家。然后晚上天黑了的时候，我去他的人弄里面嘛，对不对？真的，我一个人不敢去嘛，对不对？害怕，所以你带我去可以吗？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在哪里。是干嘛那的？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求中州了，别走来。对。可以了。可以了。好的，那就谢谢你啊，南家群组，真的老朋友，真的谢谢。哈，那你不会这样，我就这样去的话，你不会生气吗？没有办法。没有方法。好的，那你不会生气的好，那就特别好，真的。那你喜欢吃什么？我明天带你。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明天带。我喜欢吃苹果。苹果？你喜欢吃苹果？苹果我们成都人民来说的话，苹果就是那个放屁的啊，那种叫苹果叫，真的。我们成都话叫苹果，就是那个苹果就是放屁的，是不是兄弟们？那不用什么调，直接我来你的身边的时候，我直接一个苹果一下就可以了，是吧？是不是兄弟们？他不用什么代词，直接一个苹果一下就可以了，是吧？好的，那个是小问题，我就先好好吃个饭，去你们的家，我好好先吃个饭，然后我们两个去一个包间里面，在我的给你旁边，我就好好拼一个工一下啊，真的，免费的一个拼工，真的。也有免费的在，多家的都免费，全球啥的。啊，那个是免费呀。你苹果不是免费呀？免费吗？需要钱吗？你意思都不明白，还说什么独家？意思明白了吗你？那这个上面讲独家有什么意思？真的？我就先来你们的家，好好吃个饭，然后给你旁边去，我帮你好好拼一个工一下。那个工完了以后，我去白曼的家，你带我去可以吗？南家群组，可以吗？我去白曼的家，真的，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好好闻一下我的那个瓶的味道，再睡觉就可以了。别买三株，我靠没有，靠用啊啥没？别买三株，不就别买苹果壳啊，靠没有？对，你不是说的你帮我带一个苹果说了吗？苹果14 Pro Max，没有那么多钱，真的。14 Pro Max 我又去那个白马，我就帮他买。白马是我心目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美女，知道不？整个全世界上我最喜欢白马，知道不？这样我喜欢她的话，你不要生气哦，生气也没用。你再找一个男的没有好看的没有人，你其他找一个男的，知道不？天天给我这那面的，今天晚上要结果，但是不用叫，发誓不用叫。但以后就这样叫的话，我白马生气了，发誓。可以了，可以。好的。好，那我们两个打 PK。公主把的俺给听，你们孙子呢？俺家亲戚们是哪都在那么个都做皮抽吵架。不想打。这样的话，白马会生气的。真的，白马生气的话，我根本直接撒开选出来，我得斗。这个眼睛都皮。不会，我永远不会的，这个，永远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呀，先说惩罚。俺肯定叫俺家就是干什么就算做皮抽。不会的，那个我已经说了嘛，不行就不行啊。让俺胖上了。你胖上，那你去白马的家帮我带一下就可以了。让俺肯定叫俺明后可能弄过呢。拉肉的人那就拉肉白马啥这样的嘴的。白马这些的马叫呢，现在没有，有可能回来的。他有可能回来的，真的。他实在没有时间的话，我要上去见他。平时白马财神哥，的白马财神哥来了，真的感谢白马财神哥。来，我们两个赢家说了算，开玩笑的，我花也不会掉的，花也我不会带。第一个，第二个我作品也不能出，我们两个简单的玩一个，可以吗？好的。我肯定喜欢白马呀，真的。白马跟温度的弄家群做了不工具有什么个？一人一个小星星，墨镜有的话，兄弟们现在上1.5倍的加成，兄弟们现在是翻倍的，兄弟们有没有墨镜？现在是翻倍的，真的翻倍的，加油，兄弟们！感谢扎西，谢谢你们的支持，兄弟们！欢迎白马财神哥，谢谢老大送来的棒棒糖，真的感谢我的白马财神哥给我刷过很多的礼物，感谢大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真的大哥。这个白马真的漂亮，哎，他穿什么衣服好看，兄弟们？白马，人家群错的话，他花了几百块钱也好，几千块钱也好，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哇塞，感谢扎西东主送来的墨镜，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其他兄弟姐妹们有墨镜的话，中出一把啊！白马错梦，我们两个没有关系。14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14个小星星，一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兄弟们！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谢谢你们支持，真的。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兄弟们！13个小星星，兄弟们！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兄弟们！对，兄弟们！哇塞，最后3个人小星星就可以了，兄弟们！
感谢我的本把财人哥，谢谢大哥，真的。有意就在，有意就走。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兄弟们，加成拿到了。不给不能说啊，137了，美女，不给说的话会断播的，真的。我也不想断播呀，断播的话跟家人们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我也更不开心，所以就我一直说汉语，慢慢就会进步，学习，好好学习，天天上课，好好学习，知道不？哪家群组？现在哪家群组和我们两个分手的时间到了，千万不要生冷啊。OK， 白马吗？这个是白马吗？是不是白马？别嘛，哪个是白马？不是呀。哦，对，就是家人们，我喜欢他，真的。哎呀，好的。你有没有白马的那个卡巴昂州？有没有？白马家里面有没有狗？不知道。你没去过白马家吗？兄弟们，对面跟上来了，兄弟们，加油！日期就保时捷梦姐有的话，兄弟们这把中成一把。你妈了操，能不能让我赢下？我就好好的放一个惩罚给他。他今天晚上有说的那个是他吗？那个什么意思？真的是，谢谢。他今天晚上有说的那个是他吗？最后保时捷日期就最后保时捷的日期就最后一个保时捷的一个日期就一个日期就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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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哪家群组我喜欢你，真的就看一下。不会的，这个惩罚我不做，真的。你给我面子，真的我不行。这样的话，白马看到了的话，明天发誓我们两个没有机会。我哪家群组？发誓白马会生气的。真的吗？真的。叫俺等着桑拿走给了等到去的。可以了。我这个时间上，我最喜欢白马，真的。人家录屏发到白马的话，明天就完蛋了，真的。可以了。那其他惩罚定吗？总把钱一个家呀，靠都对的节子。3把7节工。做7节工。做7节工。我要去拿吗？好好看一下，100多个票，惩罚这么要大吗？好好想一想，真的，你也以后可以输的。就我听完你让人家就是干啥没做就对着我们的条吃东西。我最喜欢哪家群组，我爱你哪家群组。娘，真的是真的。真的。啊？他这。我喜欢哪家群组，真的。说什么？
看一下，我没有时间，走了。我们两个是兄弟嘛，但你天天连我干嘛？真的是疯了吗？兄弟，对，兄弟嘛，兄弟，以前做了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大局完了，天色就擦了。他现在说什么真的是烦死了，一直找来找去，找来找去，麻烦的很。不要打扰我好不好？不是，开玩笑的，没事美女，我也开玩笑的呀。他不用浪费我的时间，哎，看一下，这什么有什么好看的？白马的照片你不用看哦，我自己能看得到，真的。哪个？穿白色的那个衣服。哦，看到了，就是就是他。你嫉妒吗？你生气吗？你吃醋吗？没办法啊，真的。不足真的不要吃醋，啊，不要吃醋。不要吃醋。好的，那你不要吃醋啊。我肯定吃醋，真的。有人被马追走了的话，我肯定吃醋。我们的点赞快到了8个 W， 兄弟们，再点一点，快到了8个 W。对嘛，我抓。他跳舞蹈特别好吗？这样么懂的不是的，啊？没事。不知道，没戏，这好像，好，懂吗？这样么懂吗？我一看你们跳的样，我这样懂了。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妹妹跳的特别好，他跳的不好，你滚你！真的是，别嘛要么走，就是干哩，别讲没谢谢，那么想把经济定个可别你妈了操！正能量直播、绿色直播都扣起来，兄弟们，150多个人，脑子厉害的很发，他这个发誓，但你们实际想着是个这样。这样么，懂呢，没懂呢，没戏。他妹妹跳的特别好。点点关注兄弟们，点点关注，我知道他跳的好不好，他长相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真的知道。兄弟们点点关注下啊！他不用接受我，真的不用接受我，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真的。